大家行街市嘅時候，有冇見過一啲評到你唔信嘅豬肉檔？特別係喺啲舊區或者領展街市入面，成日都會見到一啲大個紙牌寫住精選瘦肉18蚊一斤，或者新鮮排骨20蚊一斤。每次見到呢啲肉檔，門口總係圍滿晒一班師奶同埋老人家，大家爭先恐後咁拿住個膠袋去揀，驚死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但係你有冇諗過，喺現時2026年呢個萬物飛漲，兩餸飯都要賣到40幾蚊嘅年代，點解竟然仲會有18蚊一斤嘅豬肉出現？隔離檔口賣緊50、60蚊一斤，佢呢度賣18蚊，唔通個老細係開善堂專登蝕本造福街坊？定係呢啲咁平嘅豬肉背後隱藏住一啲街市肉檔死都唔敢講嘅驚天秘密？今日我就要幫大家揭開呢個豬肉界最深嘅黑幕，由行人把口爆出呢啲低價豬肉嘅真正來歷。如果你平時都中意去街市買平豬肉，或者你屋企有50、60歲、70幾歲嘅長輩負責買餸，你一定要睇完呢篇內容，仲要轉發俾佢哋睇，因為呢個秘密唔單止關乎你個荷包，更直接影響到你同埋全家人嘅身體健康。要明白18蚊一斤豬肉有幾鬼怪，我哋首先要用腦袋計一條最基本嘅經濟賬。香港現時嘅新鮮豬肉，絕大部分都係每日由內地運送活豬落嚟，經過上水屠房或者荃灣屠房宰殺之後，再連夜分發去各大街市嘅肉檔。大家知唔知一頭活豬嘅批發價係幾多？根據屠房嘅公開拍賣數據，一頭標準活豬嘅批發價，折合返每斤嘅成本起碼都要20幾至30蚊港幣。注意，呢個只係活豬嘅重量成本，一隻豬宰殺之後，要扣除豬毛、豬血、內臟、大骨，仲有大量根本賣唔去嘅廢油同豬皮。一隻100斤嘅活豬，真正可以切出嚟賣俾消費者嘅正肉、排骨同五花腩，大概只有6、7成。咁就意味着肉檔老細單係買入呢啲新鮮豬肉嘅原材料淨肉成本，每斤就已經要接近40蚊。呢個數字仲未計香港貴到嚇死人嘅街市檔口租金，每日幾千蚊嘅切肉師傅人工、包裝膠袋、水費、電費同埋運輸費。如果將所有經營成本加晒入去，一斤真正嘅新鮮豬肉，零售價起碼要賣到50至60蚊，肉檔先至可以勉強賺到少少利潤。好啦，問題嚟啦，既然成本都要40蚊一斤，點解有啲檔口可以賣到18蚊一斤？商人都係開門做生意嘅，絕對無人會做蝕本生意。既然佢敢賣18蚊，就證明佢嘅入貨成本遠遠低於18蚊，可能低到你無法想象嘅5蚊或者6蚊一斤。咁究竟呢啲低到不切實際嘅豬肉係由邊度嚟嘅呢？例行人透露，不法肉檔或者低價肉檔最常用嘅第一大招數，就係用急凍肉或者冰鮮肉冒充新鮮本地豬肉。好多人分唔清冰鮮肉同急凍肉嘅分別。急凍肉通常係由巴西、美國或者歐洲等地方經過-18度以下長途海運過嚟嘅。呢啲急凍豬肉喺當地大批量生產，成本極低，大量批發嘅話，每斤嘅成本真係可以去到10蚊以下。而冰鮮肉呢，就係宰殺之後立刻放喺0度至4度嘅環境下保鮮，通常係內地屠房燙好之後，即日或者第日運到香港。呢兩者嘅價格同香港即日宰殺嘅新鮮活豬肉相比，相差不知幾多倍。但係香港人有個飲食習慣，好追求鮮味，覺得食豬肉一定要新鮮起雙飛嘅溫體肉，即係肉質仲帶有微溫，啱啱從屠房運到嘅豬肉，所以新鮮豬肉可以賣到好高價錢。啲無良肉檔就係睇中消費者呢種心理，利用資訊差去賺取暴利。佢哋會喺前一晚深夜甚至凌晨時分，偷偷地將大量由外國進口、價值幾蚊斤嘅急凍豬肉塊放進街市後巷或者檔口大塑膠桶入面。佢哋會加入自來水，甚至係加入一啲化學藥劑去進行催化解凍。如果僅係普通解凍，其實最多只係欺騙消費者嘅知情權。但最恐怖嘅地方在於，急凍豬肉經過長期冷凍，入面嘅細胞壁已經破裂。當佢解凍嘅時候，肉質會大量流失，成塊肉會變得死白，冇晒血色，而且摸落去軟綿綿，一啲彈性都冇。咁樣嘅肉擺出嚟，一睇就知道係死肉、急凍肉。精明嘅香港師奶點會買？為咗要掩人耳目，肉檔就會使出傳說中嘅還原大法。佢哋會喺解凍嘅水入面加入一種叫焦亞硫酸氧或者硝酸鹽嘅化學物質。呢啲化學品具有極強嘅抗氧化同保鮮作用，可以令到原本已經暗淡無光，甚至發灰發白嘅急凍豬肉，一瞬間恢復成非常誘人嘅鮮紅色。同時，為咗模仿新鮮豬肉特有嘅黏實感同光澤，佢哋仲會喺肉嘅表面塗上一層薄薄嘅豬血水，或者用化學增稠劑物喺表面。當你行過檔口，喺昏暗或者特定嘅燈光下，你根本分不出呢塊原本係放咗幾個月、跨越咗大半個地球嘅巴西急凍肉。你只會覺得，哇，呢塊豬肉咁紅潤咁新鮮，仲賣得咁平，真係依星半島咁抵買。當你買返屋企，洗完水之後，你就會發現出事啦。成塊肉放落化度炒，會瘋狂出水，
啲水仲會帶有一陣陣怪味，肉質食落去好似梅菜咁米，完全無豬肉應有嘅甜味同油香。呢個就係18蚊一斤新鮮豬肉嘅第一個殘酷真相。肉廚利用急凍肉冒充新鮮肉之外，後行人爆出嘅第二個更惡心、更無底線嘅秘密，就係老母豬肉或者駝台公豬肉。喺正規嘅養豬場入面，豬隻係分好多種嘅。我哋平時食嘅優質新鮮豬肉，全部都係生長到大約6、7個月大，體重達到特定標準嘅商品豬或者叫肉豬。呢啲豬年紀細，肉質最嫩，脂肪分布平均，所以成本高，售價貴。但係養豬場入面仲有一種豬叫做種豬，包括專門負責繁衍後代嘅老母豬。呢啲老母豬嘅一生非常悲慘，佢哋會被不斷配種生仔，一直生到佢哋生唔出為止。當一隻老母豬喺養豬場工作咗5至6歲，甚至更長時期，佢嘅生育能力就會徹底衰退。對於養豬場嚟講，佢就失去咗經濟價值，成為咗淘汰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直生存咗5、6歲，生咗10幾胎嘅老母豬，佢嘅肉質會變成點？因為長期生育，佢身體入面嘅礦質嚴重流失，肌肉纖維變得好粗好硬，簡直好似一條條牛皮繩咁樣。更重要嘅係，老母豬因為活得耐，體內積聚咗大量嘅免疫球蛋白、抗體，甚至係各種各樣為咗幫佢安胎或者治病而打嘅抗生素同藥物殘留。而且由於年紀大，老母豬體內嘅激素水平極高，導致佢嘅肉帶有一股極之強烈，令人作嘔嘅尿騷味同埋豬屎味。喺正常嘅食品監管體系下，呢啲老母豬肉或者淘汰公豬肉係絕對不允許作為新鮮肉直接喺零售市場銷售嘅。一般情況下，佢哋只可以被賣去一啲工業加工廠，用嚟做低端嘅寵物飼料，或者經過極度重口味嘅加工，做成肉乾、肉丸、肉鬆或者劣質嘅香腸。因為只有通過大量嘅化學香精、辣椒同埋調味料，先可以遮蓋住老母豬肉特有嘅惡臭。因為無人願意直接賣嚟食，老母豬肉喺批發市場嘅價格只加到每斤只輸有幾蚊。但係一啲利欲熏心嘅香港黑心肉黨就會特登去收購呢啲淘汰老母豬肉。老母豬肉皮厚，脂肪發黃，瘦肉部分呈現出一種異常嘅深紅色，望落去有啲似牛肉。肉檔師傅會用非常精湛嘅刀工，將老母豬肉上邊厚厚嘅豬皮全部削走，再將深紅色嘅肉切成一塊塊，夾雜喺正常嘅豬肉中間賣。為咗令到老母豬肉變軟，佢哋會使用超標8倍嘅鬆肉粉，即係木瓜蛋白酶或者化學化肉粉進行長時間丙製。化肉粉會將粗糙嘅肌肉纖維強行溶解，令到肉質變得好似好滑咁。好多老人家或者廚藝一般嘅市民去到街市見到呢啲肉，以為係深色啲有肉味嘅好嘢，加上價格又係18蚊、20蚊咁平，就買翻屋企煮。結果呢，翻到屋企一煲湯，成間屋一陣陣好似廁所咁嘅騷臭味。用嚟蒸肉餅，無論落幾多生粉、生抽，食落去都係好似炸香口膠咁樣，完全吞唔落。更恐怖嘅係，老母豬肉內含嘅大量雌激素同化學殘留，如果俾發育中嘅小朋友食咗，可能會導致性早熟。大人長期食，亦會嚴重加重肝臟同腎臟嘅代謝負擔。講完老母豬肉，我哋再嚟睇下第3個肉黨死都唔會承認嘅潛規則：注水肉與刷漿肉。注水肉呢個詞語，大家可能喺電視新聞或者網上聽過好多，以為呢啲事只會發生喺一啲偏遠落後嘅地方。香港咁法治，監管咁嚴，點會有注水肉？如果你咁諗，就真係太過天真啦。尾行人透露，今時今日嘅注水技術已經由以前粗暴嘅直接用大針筒灌水入豬條絲度，進化到高科技嘅生前注水或者藥物注水。所謂生前注水，就係喺活豬送去屠房宰殺之前嘅幾個鐘頭，強行用導管插進豬隻嘅胃部或者血管，灌入大量含有特殊鹽分或者化學增稠劑嘅水。點解要加鹽同化學品？因為純水灌進去，豬隻會肯付排尿排走，但如果加入咗高濃度嘅鹽水或者明膠，水分就會因為滲透壓嘅原理，被牢牢地鎖喺豬隻嘅肌肉細胞內部，令到成隻豬嘅肌肉細胞水準充血。當隻豬俾燙好運到肉檔嘅時候，呢啲水分已經同肌肉融為一體，表面上看似嚟爆滿多汁，完全睇不出破綻。但當肉檔師傅一刀切落去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個砧板永遠都係濕淋淋嘅。更高級一點嘅手法叫砂漿，肉檔會將切好嘅豬肉放進一個特製嘅滾筒入面，加入水、補水劑，例如多聚磷酸鈉同埋大量保鮮粉進行瘋狂攪拌。多聚磷酸鹽呢種化工原料可以令肌肉纖維瘋狂吸收水分，一斤肉甚至可以足足吸入3至4兩嘅水分。本來一斤肉嘅成本係30蚊，經過注水同擦漿之後，一斤肉變成了接近1斤半。呢個時候，老老實實賣30蚊一斤嘅行家就根本冇辦法同佢競爭。而呢啲注水肉黨
就可以好豪氣咁將價格標低到18蚊一斤。你以為你執到條大死魚，其實你買返屋企嘅有40%重量都係帶有化學品嘅烏鼠。當你將呢啲注水肉放進熱鍋入面嘅時候，你就會見到驚人嘅一幕，肉一落鑊，未開始變金黃色，就已經出咗滿滿半碗嘅白沫同黃水。你本來想做生炒排骨或者爆炒肉片，最後卻變成咗白灼豬肉羹。等啲水分全部蒸發晒之後，原本好大塊嘅豬肉會瞬間縮水變成原來嘅一半大細。你用18蚊買返嚟嘅一斤肉，最後真正可以吃進肚子裏嘅，可能連半斤都冇。折算返每斤嘅真實價格，其實比正規肉檔嘅60蚊一斤還要貴。除列喺豬肉本身做手腳，肉檔檔主仲有一個每個人天天都會中招，但天天都察覺不到嘅視覺麻花。呢個就係街市入面大名鼎鼎嘅豬肉美顏燈。大家有沒有留意過？每次你行去呢啲18蚊一斤嘅低價肉檔前面，抬頭一望，都會見到一燈燈圓圓嘅散發住其他淡紅色或者粉紅色光芒嘅吊燈。呢些燈喺行內被尊稱為美顏燈或者生鮮燈。千萬不要小看呢等小小地紅色燈罩，佢背後其實係運用咗非常精密嘅光學原理。當粉紅色嘅光線照射喺豬肉上面嘅時候，會同豬肉瘦肉部分嘅肌紅蛋白產生光學共振，令到原本可能已經因為擺放得太耐而氧化發黑、發紫，甚至已經開始變質變米嘅豬肉，喺你眼睛入面呈現出一種極度完美白裏透紅、肥瘦均勻、充滿光澤嘅完美視覺效果。連那些發黃帶有污垢嘅豬肥肉，喺紅光嘅中和之下，都會顯得雪白剔透，好似高檔嘅日本黑毛豬一樣。好多阿媽師奶就係被呢種特製嘅光線徹底催眠，佢哋喺燈光下睇，覺得話呢塊梅頭肉咁靚，肥瘦相間，簡直係藝術品，而且仲要賣18蚊咁平，唔買就真係對唔住自己啦。結果大家高高興興咁俾錢，肉檔師傅手起刀落幫你包好，但係當你拿住袋豬肉離開咗肉檔範圍，走到街市外面嘅自然光或者普通白光 LED 燈下嘅時候，你打開個膠袋一睇，保證你當場嚇到毛骨悚然。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心裏面會好驚，覺得既然街市嘅豬肉水咁深咁恐怖，連18蚊一斤都有咁多古怪，咁我以後係咪唔可以再買豬肉食啦？到底點樣先可以在街市入面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既不花冤枉錢，又可以100%避開呢些有問題嘅劣質肉呢？不用擔心，後行人既然爆得出呢些大鍋，自然就會傳授俾大家一套行內人天天在用嘅黃金挑選豬肉5部曲。只要你學識呢5個步驟，下次去街市，你就可以練就一雙火眼金睛。無論肉檔老細用什麼美顏燈，定係講到天花亂墜，你都可以一眼看穿真偽。第一步，拒絕不合理嘅低價。相信經濟規律買豬肉嘅第一原則，就係切忌便宜莫貪。大家在買餸嘅時候，一定要先在街市周圍走一圈，觀察一下大部分連鎖超級市場、大型連鎖肉檔，例如一啲有信譽嘅本地豬肉連鎖品牌嘅平均零售價係幾多。如果當日全個街市嘅優質瘦肉平均賣緊55蚊一斤，而有一兩家檔口突然標出一個18蚊、22蚊嘅震撼價，你就完全不用走過去睇了，因為根據我前面同大家算過嘅批發與經營成本賬，這個價格在正常渠道下是絕對不可能成立嘅。只要價格低過市場平均價嘅60%以上，這塊肉100%有問題，一係煮水肉，一係解凍肉，一係就係老母豬肉，直接轉身離開就已經幫你避開了90%嘅陷阱。第二步，學會拿出來睇，破假美顏燈麻花。前面講過，無良肉檔最厲害嘅武器就是吊喺頭頂嘅粉紅色美顏燈。要破解呢個麻花，方法其實非常簡單。當你中意某塊豬肉嘅時候，千萬不要在肉檔嘅檔口前面直接看，你可以叫肉檔師傅幫我拿呢塊肉出嚟睇下。你可以自己拿住那塊肉，或者叫師傅拿住，將肉移出紅色燈光照射嘅範圍，拿到街市中間通道嘅普通白色日光燈下，或者拿到靠近街市門口有自然光照射嘅地方看。在正常嘅光線下，真正優質嘅新鮮豬肉瘦肉部分應該呈現出一種非常自然溫潤嘅淡粉紅色，或者富有光澤嘅鮮紅色。脂肪部分即係肥肉應該是雪白晶瑩剔透嘅。如果以到白光下，你發現瘦肉顏色發暗發紫，呈現深啡色或者死白色，而脂肪部分帶有暗黃色，甚至有青綠色斑點，這就絕對是擺放了很久嘅陳年肉、老母豬肉或者解凍肉，立刻放下，千萬不要買。第三步，用手指精準一按，測試肉質彈性。買豬肉嘅時候，不要好收，一定要善用你嘅手指，既明白衛生，可以透過乾淨嘅膠袋，用手指覆在豬肉最後嘅瘦肉部分，用力按壓下去。按下去之後，仔細觀察手指離開後豬肉嘅變化。如果是真正即日採殺嘅優質新鮮豬肉，因為肌肉纖維保持着極佳嘅活性與彈性，
當你手指拿開嘅一瞬間，被按壓陷下去嘅地方會立刻100%彈回原狀，恢復平整，而且新鮮豬肉表面摸上去會有一種微微黏手嘅感覺，這係新鮮肉類特有嘅肌蛋白黏性。相反，如果是一塊豬碎肉、擦漿肉或者急凍解凍肉，當你按壓下去嘅時候，你會覺得成塊肉軟綿綿，好似一塊濕紙巾咁，而且手指拿開之後，那個凹陷下去嘅大坑會一直保持原狀，完全沒有彈性，彈不回來。更糟糕嘅是，當你用力按壓嘅時候，凹陷處甚至會慢慢滲出一種淡黃色或者淡紅色嘅血水，摸上去嘅感覺不是黏手，而是滑潺潺、油乎乎，好似有一層殘金，這就說明肉質已經開始腐爛，細菌在瘋狂繁殖中。第四步，發揮聞味嗅覺，聞一聞隱蔽氣味新鮮嘅優質豬肉，雖然帶有一股淡淡嘅生肉腥味，但這種腥味是非常自然淡淡的，完全不會讓人產生反感或者作嘔嘅感覺。當你把豬肉拿近鼻子嘅時候，如果你聞到一股淡淡嘅酸味、氨水味，只係好似阿摩尼亞尿素嘅味道，或者有一股死老鼠一樣嘅腐臭味，不用懷疑，這塊肉已經變質了。另外，特別要提防老母豬肉特有嘅惡臭。老母豬肉在生嘅時候，如果你仔細去聞，會發現瘦肉深處帶有一股非常沉悶、揮之不去嘅豬屎騷味。如果你在肉檔附近，隱隱約約聞到肉檔散發出一種不自然嘅化學藥水味，或者好似漂白水、爽身粉一樣嘅香味，這就說明檔主正在用化學品掩蓋肉類變質嘅臭味。這種檔口要列入榮走黑名單。第五步，觀察表面乾燥度，提防化學反光。正常嘅新鮮豬肉，切面應該是美味濕潤，但絕對不會濕到有水流出嚟嘅。如果你看到肉檔砧板上擺放嘅豬肉，表面看出嚟油亮，甚至在燈光下有一種好似金屬一樣嘅反光，或者整塊肉看出嚟水汪汪，好似剛剛從水裏撈出嚟一樣，這就是非常典型嘅豬碎肉，或者經過化學藥水蒸泡嘅還原肉。真正好嘅新鮮肉，表面在空氣中擺放一段時間後，會形成一層非常薄嘅乾燥嘅肉膜，顏色均勻，絕對不會有水珠不斷滲透出來。除了學會如何用5步法去挑選豬肉之外，行內人還分享你一個非常實用嘅職場心理學小技巧，那就是學會用易怕行話同肉檔師傅溝通。大家去買餸嘅時候，千萬不要一走過去就表現得像個什麼都不懂嘅廚藝初學者。如果你一開口就問老細，肥肉點買啊？我想買點瘦肉炒菜，邊塊好啊？你這樣問，那些閪心肉檔一聽就知道你是個生魚，即係好騙嘅外行人，他們就會非常熱情地把那些最差、擺了最耐，甚至是老母豬肉車俾你，還要收你正價。相反，當你行去肉檔面前嘅時候，你要表現得非常淡定，眼神犀利，你可以用非常地道專業嘅廣東話行話同師傅交流。例如，你想買最嫩、最適合炒肉片嘅部位，你不要直接說瘦肉，你要看住你塊肉說師傅，今日啲梅頭靚唔靚？係咪第一刀？同我切20蚊梅頭，要肥瘦勻循啲。這裏提到嘅梅頭，就是豬肩胛部位嘅肉，肉質最嫩，而第一刀指的是在殺後切下嘅第一塊優質部位。如果你想買煲湯最好嘅排骨，你可以說，老細，執幾條飛排俾我，要多肉少骨，唔好要尾段。飛排或者藍排是豬隻身上最優質、肉質最鬆軟嘅排骨部位。當你用呢些非常精準地道嘅街市行話同肉檔老細溝通嘅時候，老細心裏面就會微微一震，心想：哇，呢個客竟然識得梅頭、第一刀、飛排，肯定係個開餐廳嘅行家，或者係個天天浸淫街市、極度精明嘅老手。在這種心理真印之下，閪心商販往往會收起他們那些那劣質又冒充好肉嘅歪心思，乖乖地從砧板下面或者後面拿出真正優質新鮮嘅好豬肉切俾你，因為他們知道騙你嘅成本太高，萬一被你當場揭穿，他們在整個街市就不用再做生意啦。講到最後，我還是想再次由衷地提醒一下大家，現時2026年，香港嘅經濟環境同埋生活壓力確實大家都感受得到，每個人都想省錢，想把一分一毫都花在刀口上，這種勤儉持家嘅心態絕對是值得尊敬嘅。但係，我們在省錢嘅同時，必須要有一個最基本嘅底線，那就是絕對不能以犧牲自己和家人嘅身體健康為代價。俗話說得好，一分錢一分貨，這個世界上永遠沒有免費嘅午餐，更會有虧本賣俾你嘅18蚊一斤新鮮豬肉。那些看似讓你佔盡便宜嘅低價肉，背後全都是無良商人精密計算過嘅黑心陷阱。他們用急凍肉還原，用老母豬肉充數，用化學品漂白，用多聚磷酸凍豬水，在微眼燈下把毒藥包裝成美食，
天天在侵蝕着不知情市民嘅健康。當你把呢些充滿化學殘留、桑星素甚至致癌物嘅劣質豬肉吃進托子裏，你省下嘅那幾十蚊，終有一天會變成奉獻給醫院嘅巨額醫療費。所以看完這篇內容之後，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後行街時看到那些18蚊一斤、20蚊一斤片到不正常嘅豬肉檔，請直接繞道而行，多花20塊錢去有信譽、有政府檢疫標籤、口碑良好嘅正規連鎖肉檔或者本地農場直銷店，買一塊真正乾淨、衛生、有豬肉鮮味嘅放心肉。這不單只是對你和家人死煎上安全嘅負責，更是最明智、最划算嘅健康投資。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呢些街市肉檔內幕秘密對你有幫助，學到了如何鑑別真假新鮮豬肉嘅知識，請記得把這篇內容轉發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朋好友，特別是那些天天辛辛苦苦幫全家人操持家務、去街市買餸嘅爸爸媽媽、爺爺媽媽，他們年紀大了，往往最容易成為這些低價犧牲肉檔欺騙嘅受害者。花1分鐘時間，讓長輩們學會挑選豬肉5部曲，保護好全家人嘅腸胃與健康。大家如果對街市賣肉還有什麼其他嘅奇聞趣事或者被騙經歷，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交流，我們一起做個真正精明、百毒不侵嘅香港大廚。